我爬山去，你躲我这儿啊！媳妇儿，咱怀着孕呢，那爬山多危险呀！人家说孕妇得多运动，而且这山顶空气好，那不也危险吗？咱就在屋里活动活动行吗？好吧。啊，你给我放下啊！哎，不能跳啊！我就要跳绳，这不能跳，它危险。那我爬山。哎，这爬山也不行。你这样，现在都下午3点了，明天早晨我开车带你爬山去，行吗？行吧。我要吃西瓜啊！吃什么西瓜？现在哪有西瓜呀？你不爱我了，我又不是要吃什么山珍海味，我就想吃个西瓜，你不让我吃。半夜3点，我上哪儿给你买西瓜去啊？哎呵，你俩大半夜又闹什么呀？哎呀，他要吃西瓜。哎呀，闺女呀，这大半夜哪有西瓜呀？你这就有点折来了。我怕站。哎，你买西瓜，去买西瓜去，你快点，我买去。